屏东连续几落日落大水后，代替南回线邦山到邦野之间的路段发生土石流，宣布停驶。美国要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经过甲伊朗有经济往来国家拢会受到制裁。卫福部按算10月要推出健康码，18岁以上符合条件就会当累积点数去超商兑换商品。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受到西南风甲低压带影响，屏东真侪所在这4日的累积雨量拢超过1000毫米。今仔日中昼代替南回线邦山到邦野之间的路段，因为发生土石流，全宣布停驶。也伫咧台一线450公里的邦山路段，嘛有土石落来，影响交通。高雄火车站内未少民众排队等要退车票，主要是山区落袂停的大雨。25中昼时造成代替南回线邦山到邦野之间的路段，因发生土石流来造成停驶，所以真侪民众提早伫高雄站落车。不过代替第一时间并无通知相关配套措施，所以引起民众不满。突然跟我们说，到潮州而已，所以造成你看我们现在退票是怎样，搞不清楚他们也没有说有什么配套措施。没有啊，那你这样突然说我们要怎么回去？南回线的路段是属于单线运转区间，那因为它本身就是在我们这个等于说在山壁之间的一条单行路线，所以这些如果要利用公路接驳，确实也是有困难。连续落大雨，和屏东山区甲北地4天累积雨量拢已经超过1000毫米。那铁路、道路系统受到影响，第一线450公里处邦山路段，就发生土石放落来，土山流到路边的状况，影响人车通过。相关单位也看咧清运抢修道路。面对南部严重的灾情，行政院长邓英泰25早起也到屏东勘灾，表示中央的第2有备金、灾损金并无放删除，只是1,351天才通过预算，目前已经拍算新使用内部业务费。行政院有相关必要的一些业务费用还是被删除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定程度的限制紧缩。新竹甲南州的考过园勘灾，面对这波的大水洪灾情，邓英泰强调，一定会排除各种的困难来解决农民的问题。记者柯明哲、区兆勇、屏东高雄采访报道。风台沙丁鱼目前是伫咧台北东方的海面，按说明仔载暗时通过日本 Okinawa 了后，就会渐渐靠近台湾。气象署预估北部甲中部的山区可能会落大雨，上紧伫咧拜三下晡就会来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大船慢慢靠港，阁有阵阵的雨声。这是出名哥斯达邮轮沙伦纳号，本来定8月25停靠日本沖縄石湾岛，即马煞因为风台沙丁鱼来乱，宣布提早转来基隆港。另外一边，台北松山机场柜台前大停旅客报到挂行李，拜2点半报北台湾侪分之好天，不过说来好天气恐惊维持无久，风台沙丁鱼渐渐挖近，不少旅客烦恼行程受影响。是有点担心，但是希望就是今天早上能够飞出去之后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怕那个风雨太大，然后那个班机会延误啊。目前沙丁鱼伫台北东方海面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4.3公尺，强度减弱为中度风台。目前当一路向西北西方向往台湾移动，一直到日落拜三暗时通过Okinawa了后，会转往南向西南西方向挖进台湾。各伫拜4暗时到拜5对台湾影响上大。那预估也会是在明天的下半天，可能就会首先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那因为在整个路径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暴风圈又逐渐的缩小，预估是在陆上台风警报的部分几率是比较低哦，碰到台湾的本岛的几率是比较低。气象署观测，因为北风高压减弱，沙丁鱼可能改为台湾北方扫过，暴风口吸到落地机会大幅度降低。不过风台影响，整体方向偏西北风，北部地区降雨明显，一甲中部南部山区拢有可能达到局部大雨等级。不过目前也必须密切关心沙丁鱼转向的角度。
气象署给出来这个角度的话，它往南转了之后，它的暴风圈的半径还是会影响到大概新竹以北，然后一直到大台北宜兰这个地方哦。气象署提醒，因为沙丁鱼挖进台湾北部海面，一直到拜六，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一直到马祖地区，拢要特别注意沿海的长影，也甲天气无稳定状况。记者蔡永报道。今仔日下晡3点，台湾东南部海域发生规模5.8地震，中心点伫咧绿岛附近，上大震度有到4级。气象署推测是菲律宾海板块下着欧亚板块所造成的，未来一礼拜也是要注意规模5以上的地震尾。食饭食到一半是熊熊发生地动，人客一家伙仔甲物件弹掉，拢总走去门外口。餐厅的业者阁警觉讲，家顶的物件拢红海到涂骹，紧急冲去关押处，才走出去避难。惊险的场面就伫绿岛的南寮渔港。都震了一下而已，之前有更大的。今时期的画面，阁翕到芳村片和茶口顶真侪观光景点，因的镜头拢错一个，因为地动的关系是规个海甲真厉害。这前面有稍微类似像地鸣这样子轰了1-2声，然后就忽然。所落来嘛，随传出灾情，伫绿岛的马蹄桥附近，山壁放落来一大堆碎石线喷喷，甲车路顶悬的二线道拢占掉，甚至有民众摕土仔出来，想要互车路恢复通行，拢是因为2五下晡的地动。代志是发生伫下晡3点，台湾东南部绿岛附近的海域，地动的深度是13.1公里，瑞士规模到5.8，各地上大震度大当绿岛4级，花莲富里、嘉义环路、云林草岭拢是3级。海岸山脉这边的位置开始做碰撞，所以这一边还有在隐没下来这边的地震是相当多的，70%的地震都发生在这一边。气象署分析，这摆的地动是独立事件，因为是板块内面的地动，震源的深度较浅。对气象署资料库1970年开始，附近规模有5.5以上的地动，差不多25个。另外，附近的能量累积是真紧，无摆拄一礼拜内有可能发生规模5到5.5之间的地动尾，刷落来应该要特别注意。它释放的能量大概是0.25颗原子弹的这个能量，特别是花莲还有台东哦，其实今年那个都算是平静期。这个地动除了东半部，其他地区上大的震度加是1级到2级，但是除了基隆、桃园，本岛各县市拢有收到国家级的警报。气象署表示讲，初步的规模是超过6.5，而且如果震度到3级，就会发布警报。这摆第一步是误判深度，敢若30多公里，造成警报的范围扩大。不过最近雨真多，山区的土石是较会落落来，必须要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对付伊朗的策略是反起反倒，通常美国会先透过外交的手段来解决一个经济制裁，最后才会是军事行动。不过川普对伊朗煞伫咧外交了后，就直接动武，而且到当是唔但也要解决后补的问题，甚至是损兵国伤本。即阵是要搁跳转来经济制裁这条路。川普放调要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佮经过所有甲伊朗有经济往来国家，拢会有严重的效果。纽约时报就提出看法啦，认为讲这经济制裁若是有效，安尼当初时就安尼做，唔免等到即阵。而且若真是要对经济这方面来落手，安尼主要的关键，中国敢会愿意配合？因为伊朗是有80%油拢是卖去中国。若是中国继续甲买，安尼就算美国发卖制裁嘛是无路用的。而且川普其实是无愿意甲是军兵来贴破面的，所以讲伊朗其实嘛无咧惊，甚至佮反倒倒来批评美国，只是咧食啥尔尔。伫咧川普放调讲要对伊朗启动经济抵制，也就是经济上落万地登陆了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美东时间8日召开记者会，宣布启动经济放逐行动。And I want to emphasize that we are spreading out across the world as we speak. That you will see a wave of sanctions when you leave this meeting today. 贝森特把这个声明定位做是要求各国和伊朗商业直接切断的警告。伊表示，美国财政部已经掌握到伊朗走私石油，还佫有甲伊斗相共相制裁的人，还佫有每一个网络，也若每一个国家嘛拢设明确的时间表，爱遮的人伫咧时间内停止活动。虽望贝森特无讲是倒一个国家可能互美国触及制裁，啊，毋过根据 CNN 用专家见解，中国、印度、土耳其、伊拉克、甲阿联拢有可能有关系，尤其是伊朗上大的贸易伙伴，还佫有甲因买石油的中国。And let me be clear,
any entity that facilitates money laundering on behalf of Iran will be removed from the U.S. dollar system. The clock just started ticking. The reason we are able to use secondary sanctions is because we do not take their use lightly. 另外，美国财政部对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嘛，当咧对全球超过60个协助伊朗的实体、个人、专家实施制裁，而且针对所谓资产、科技、黄金、航空、航运等等5大领域发出警告。也若美国8日的经济施压宣布进前，伊朗的货币就已经伫咧公开市场拉到历史新低，1块的美金换202万里亚尔。不一个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巴里夫要是批评讲，美国是咧大兴世界钱，咧喊会赢。伊朗经济事务甲财政部长阿里马达尼加德嘛讲，世界上有2个主要大国已经拒绝配合。طبیعتاً اونها میخوان که حمله تروریستی اقتصادی رو به ما داشته باشن. ما هم ابزارهای خودمون رو داریم، ما هم بازی رو بلدیم. 同这个时间，伊朗国营电视台佮公布一段伫咧网络流传，标题写拜伦、川普的暗杀地点的影片。3分钟的内容内底，除了甲川普20岁细汉后生拜伦军队兼摄影，佮讲已经掌握到伊 Xbox 的口罩，还佮2个同学的身份。报道嘛讲，网络有人想1000万的美金，想要甲拜伦暗杀，暗过这信息拢无法度互证实。7月的时阵，甲革命卫队有关的网络口罩，则拄甲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妮亚传过要讲的恐吓消息。公司新闻。王祖梅编译。挪威伫咧北海游产，因为互环保组织指控环评做无够，怎来食官司。后来法院是判定开发许可无效。挪威的政府不服，提出上诉，也目前案件是也搁咧审理。列些和平甲地球之友青年组织第2023年对挪威政府提告，指控无充分评估北海3座油田生产的石油甲天然气燃烧了后对气候造成的影响。诚信法院2届判定环保组织胜诉，认定3座油田的开采许可无效，引起挪威政府的不服，决定上诉到最高法院。Means that Norwegian politicians will have to actually assess how many lives will be lost, how many forest fires will be created, and how much ice that will melt due to Norwegian oil. Well, the government position is, of course, that the licenses are valid, and Greenpeace are attacking the licenses with the claim that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has not been thorough enough. 这个案件牵涉到3座伫北海油田，分别是挪威国营油气公司Equinor所属的布雷达布里克油田，也甲挪威能源公司 Aker BP 所属的第二文甲伊格德拉希尔油田。其中前2座油田已经投入生产，第3座是预定2027年开始生产。虽然法院判决开发许可无效，不过法院并无要求停止生产，所以前2座油田目前也搁持续运作。If we win this round, it could change Norwegian oil politics forever. It means that we will have a sufficient impact assessment of the climate impacts of all Norwegian oil, which would be a landmark decision. 挪威政府强调，若3座油田的开发许可互人推翻，若牵涉到法律甲政府层面，也可能影响欧洲能源安全。最高法院预定进行4天的听审，判决可望伫今年较晚会公布。公司新闻丁小芬编译。2027年，法国要举行总统大选，目前极右派候选人勒庞以民调的支持率是一路领先。就算其他政党的候选人这声势有略仔提升，不过根据上新的民调显示，无论是谁进入第2轮的投票，勒庞也是真有机会会选赢。梅兰雄伫法国东部小镇瓦朗斯的造势场合吸引满场的支持者。伊伫演讲中除了批评以色列伫加沙这个所在军事行动，都若亲像伫大屠杀，嘛讲欧洲各国对以色列宽容是可耻而且冷静的表现。Le droit international est méprisé. Le génocide à Gaza, l'invasion israélienne au Liban et en Syrie ont été ainsi encouragés. Voilà quelle est la conséquence de la lâcheté, de la volerie. 梅兰雄这届是第4届出来竞选总统大位，虽然一开始声势有较输，不过这阵仔民调数字煞颠倒变赢。巴黎世界报顶法国媒体伊的报道是讲，梅兰雄的支持度伫16%至17%左右，加中偏右路线的前总理菲利普差不多。不过进入第2轮，面对一路领先的勒庞，菲利普差10个百分点。梅兰雄得到的支持是敢若勒庞的一半。路透社的报道指出，这种的民调数字凸显法国政坛
两极化的偏向。对这代志，捌担任总理的菲利普，伫走访基层的同时，嘛强调选战袂当进入，敢若会当选择极左还是极右的立场。C'est que le risque d'un deuxième tour dans lequel s'opposeraient Mme Le Pen et M. Mélenchon est un risque réel et sérieux. Il y a peut-être des gens qui ont envie de jouer avec cette hypothèse en imaginant qu'elle n'est pas possible. Moi, je pense que ce risque est réel et sérieux. Et c'est pour ça que je me suis lancé tôt dans la campagne présidentielle. 根據巴黎世界報的報道，菲利普伫民調的數字看起來甲梅蘭雄差不多，啊，不過甲之前的民調比起來，菲利普的支持率顛倒降低，梅蘭雄是顛倒有提升。另外，歐洲新聞台的報道是講，同款屬有左派的公共廣場，候選人格魯克斯曼這陣的支持率嘛達到2位數，顯示法國選民除了左右分裂，左派選民本身的整合嘛是候選人重大挑戰。公視新聞徐家仁編譯。全球海面平均的温度已經來到21°C，是有史以來上懸的。恐驚會予極端氣候的狀況是愈接力，影響生態，嘛對人類造成威脅。歐平的哥白尼氣候變遷服務中心24發布上新的報告顯示，全球大陸平均的海面溫度喺8月2日來到攝氏21°C，創2024年3月以來新高的紀錄。報告指出，海洋通常喺特當的3-4月份上熱，喺8月打破歷史紀錄是真罕的看到的。海水的極端高溫是長期人為溫室氣體排放，加即馬當咧發展的性形現象兩個貼做伙所致，直接衝擊到海洋生態。Corals, as well as most marine organisms, get incredibly stressed when the water environment is too hot for them. It also leads to fish mortality because a warmer ocean carries less nutrients and less oxygen. It changes our circulation, upwelling gets less intense, and we see changes in things like harmful algal blooms that impacts shellfish in particular in a warmer ocean. 報告強調，海水溫度變懸會讓珊瑚失去色彩甲營養來源，引起大面積的死亡，損斷規個海洋生態圈。魚類、海洋成年動物等物種，為着找找更較適合的生存溫度，也會去到極地，也是更較深的海域，無通適應甲遷徙的物種，就會有滅種的危機。另外，高溫甲海水變酸，影響浮游生物、帶殼類的甲底層魚類的成長，由低到懸，衝擊規個海洋生態食物鏈。海水溫度變懸，也會讓全球漁業產值降低，討海的國家甲地區會有嚴重的經濟損失甲討賺的危機。另外，極端天氣會愈有破壞力，會引起強度更較懸、範圍更較寬的風颱，同時也加速海面壓懸甲沿海淹水的狀況。全球陸地暖化進一步失控，讓陸地效應愈來愈濟解，而且佫會熱死人。And in particular, when we have a warmer ocean, such as we've had in Europe this summer, it amplifies the impacts of heat waves because you don't get the cooler nighttime temperatures with the sea breeze coming off the ocean when the ocean is very warm. So there's a huge number of reasons why people should be worried about a warmer ocean. 報告最後強調，海洋吸暖的能力已經到前方啦。高溫和海洋吸收二氧化碳效率大大降低，佮加上氣候變遷惡化，全球差不多42%的海域當咧受到海洋熱流的侵襲，需要加速淘汰化石燃料，而且實施30+30的海洋保護政策，也就是佇西元2030年進前落實保護30%海洋生態的目標。公視新聞景元慶編譯。衛福部規劃要推出健康幣，按算今年10月就會正式來實施。這個健康幣是啥物呢？大家會當甲想做是一種完成任務獎勵的點數，唔免抽籤，唔免申請，只要滿18歲就會使來累積。只要參加成人健康檢查、癌症體檢、注3大疫苗，佮完成生活形態評估，攏會當得到健康幣。這個點數會當摕去超商來換水、換飲品、換滷茶卵等等，這較健康的食品。未來嘛有可能會當用來拄運動場館，或者是健康檢查費用，就是希望會當打造一個好的循環，鼓勵民眾過健康的生活。真少特別看病區域是一大堆病人，因為國內新冠疫情即馬同款是佇高原期，流感嘛要來到流行期啊。根據疾管署的監測，頂禮拜流感新增加64例併發重症和15例死亡，新冠疫情是增加59例重症和19例死亡。單週還是有25000人左右。那
重症死亡的人数19个人，单周的话算是新高的。新冠的高原期，我们预估的话，至少还会在1-2个礼拜以上。因为后礼拜各级的学校都要开学啊，学校内面真正交流真济，可会增加呼吸道病传播的风险。疾管署宣布，今年公费的流感和新冠疫苗会对10月初1开始分2阶段开始做。第一阶段除了本地公费的对象，佫先增加公卫师、托婴中心的督工和行政人员等等。11月初2开始第2阶段，开放50岁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大人来做，而且为着要鼓励国人灌输预防保健，做疫苗会结合10月上路的健康币，只要做疫苗就当赚健康币，换健康礼。打这个公费或自费的流感、新冠还有肺炎的疫苗呢，都会自动赚到健康币，后面就可以到合作的通路去兑换这个健康好礼。疾管署强调，今年公费3价流感疫苗，拢总采购705万150剂，是创历史新高。内面是包括第一摆采购的免疫加强型疫苗20万剂，会大先提供予长照中心和安养机构65岁以上的老大人公费来做。另外，新冠疫苗嘛会全面升级做新世代的疫苗，疫苗都会改做 XFG， 拢总采购240万剂，包括莫德纳220万剂和 Novavax 20万剂，提供民众会当做无共制定的疫苗。记者综合报道。想要保持健康，除了定期做疫苗预防着病以外，运动嘛是一个真好的方法。尤其是侪岁人，若要维持筋骨能力，就爱接运动。无论是跳舞，也是走跳运动，拢是袂歹的选择。第节奏音乐脚步整齐，伫课场上斗阵跳舞，这是意大利的罗马。这2个有会跳舞的人内底，帕斯夸勒阿公今年已经70岁啊，是退休的舞蹈老师。伊伫跳舞课内底熟识学生，就是今年79岁的艾丽莎阿嬷。2个人拢真爱出门活动，有时每一摆到热天的时阵，因就来到课场上，真欢喜斗阵来跳舞。Posso essere padre, posso essere nonno di questi. E vedere un proprio padre, un proprio nonno che si muove e che non sta magari buttato dentro casa è una cosa bella. Ho il desiderio e mi piace molto ballare, di conseguenza io non sto mai fermo. 因为2个人跳舞的目的真单纯，只是享受跳舞，振动身体快乐。因跳舞的情形，互几路人翕来，放伫网络顶面，真侪人拢团咧看。有罗马市长调工，老话甲因学乐，也有电视台邀请因去上节目录影。2个人讲，希望因的舞蹈会使鼓励其他有会人有机会就站起来，振动一下身体。Now I carry my suitcase, I carry my luggage, bag. I do everything on my own. I used to get my son and my husband to carry my bag. Now I do. 也伫新加坡，上款也有人推广专属老大人的跑酷运动。参加的人无需要伫大楼中间四界飞天遁地，100公分的娱乐器材来练习就会使啊。有真侪参加的人拢讲，身体机能有改善真多。袂少的研究拢讲，有会人若是来跳舞，也是做跑酷这类活动筋骨的活动，唔但使预防筋脉流失，也会使刺激大脑，延慢失智。虽然真侪国家的平均年龄是继续升悬，老大人会使参加活动也愈来愈多咯。公视新闻由派顺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祝大家平安顺心，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